好，我係郭子賢，係發達又中意朗讀表演嘅學生誒，有參加過多擺嘅朗讀，還有口述藝術嘅比賽，未有參加過全國作戲比賽哦。配音係一個特別嘅藝術，故所我想愛挑戰看啊！今晡日日頭暗辣，啲外輩做事很強哦。我一隻黃色，一隻紅色嘅雜物，安樣，佢嗌順白白嘅遠超好咧。你出口嘅殺嘅，地皮嘅蔬菜，較少看得到呢。等下聽錯愛夢想哦。親愛嘅企鵝，做乜嘅上坡嘅冷氣唔會冷咯？行過塵灰會開嗌過敏嘅愛用個實在好。親愛嘅潘火亮，咁有些冷氣裡面，往日嘅時節，做得閒鬧窗門打開來，本外輩較涼爽嘅空氣入來無度哦。上坡嘅冷氣，咁有搭環保飄條呢？我講有搭環保飄條嘅冷氣同天生強下用。做得本無度嘅空氣流通順寬，還做得降溫同上天。潘火亮有上坡好熱，很好哦。我吃嘅餅多用睇咧，我不將吃啲朋友嘅餅多咧。